Hello，小朋友，我係希婷姑娘，歡迎收聽小不點大夢想系列。呢個系列會介紹好多傳奇人物細個嘅故事。今日要介紹嘅人物就係香奈兒。大家知唔知道佢係邊個呢？佢係歷史上最著名嘅服裝設計師之一。如果你問下媽咪，話唔定你嘅屋企都有香奈兒佢嘅品牌嘅產品㗎。呢個呢係法國女孩加布列香奈兒嘅故事。少年嘅時候，佢曾經住喺孤兒院。細個嘅香奈兒想成為無法取代嘅人，佢覺得咁樣就必須要與眾不同。但係修女們覺得小香奈兒非常唔一樣。佢哋並唔喜歡與眾不同嘅小朋友㗎。香奈兒佢真係同其他小朋友好唔同。當其他女仔玩遊戲嘅時候，佢就係鍾意用針同線去亂嘢。後來佢大個咗，朝頭早做裁縫嘅工作，夜晚就去演唱。聽佢唱歌嘅人都叫佢做可可。當香奈兒瞓覺嘅時候，佢發嘅夢都充滿各種形狀同花樣，佢想做嘅嘢非常之多。有一日，香奈兒為佢嘅朋友做咗一頂帽，設計嘅樣式簡單優雅，同一般見到嘅帽好唔一樣。香奈兒做咗更加多嘅帽，數量多到足夠佢開一間帽子店。佢時尚嘅設計驚動咗喺巴黎嘅時髦小姐們。有日夜晚，香奈兒參加派對，但係呢，佢發覺其他女仔都唔跳舞喎。原來係因為啲衫嘅束腰太緊啦，令到佢哋都唞唔過氣。於是香奈兒開始咗全新嘅設計，款式簡單大方，線條流暢。佢做嘅洋裝同裙並唔強調腰身，着起嚟好舒適㗎。當佢第一次帶住佢嘅作品參加時裝秀嘅時候，好多人都冇辦法接受，因為香奈兒嘅設計同一般嘅衫好唔同，大家覺得太唔一樣啦。隨住時間嘅過去，香奈兒令到啲人明白點樣着先會更加有型同更加優雅，而唔一定要着緊身衣或者用亮片去點綴先至好睇㗎。而且成為嗰個唔一樣嘅人，都會影響其他人嘅想法，慢慢改變。小不點加布列成為咗傑出嘅服裝設計師可可香奈兒，一直去到今日，大家都仲記得佢嘅故事㗎。好啦，今日嘅故事講到呢度，多謝你哋嘅收聽。聽日我哋又會講下一位小不點嘅故事㗎啦，拜拜。